喂，橙子，听得见吗？听得到。一会儿跟哥走啊，哥带你炸烟花去。好嘞。哎，橙子，你别往那儿走，你掉机器人堆里了，你别回来找我，别。再来，我可以的。哎，橙子，你去干嘛呀？那炸弹会炸的，就差一点，我就完成任务了。芋头，你快打！我把机器人都引过来了。哎，我说你快打呀，站在那干嘛？你怎么被机器人活活打死了？芋头，你掉线了？我在想，我该拿你怎么办？所以呢？你先把窗口最小化。哦，干嘛？打开音乐播放器。还有这种操作？你别管，听我的。哦，好。然后呢？搜索良辰。啊？看到了吗？良辰这个歌手其实是热度最高的一首歌，《顺风》送给你。孙明月，你大爷！谁啊？哎，看见我怎么一副看见鬼的样子啊？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儿？你一个大明星闯进男人家里都不觉得亏心，我亏什么心啊？还不是因为你失踪2天，我怎么会亲自上门找你呢？你看我这么善良，我也不能见死不救，对不对？要不这样吧，我找一高手带你，怎么样？他可是世界排位赛里的黑马选手。那我今天也不能白来一趟呀。哎呦，姑奶奶，你看我那行李还没收拾呢。啊？行吧，等你好消息。好嘞。又怎么了？千万别告诉他我是谁啊！哎，懂，我知道你红啊。来，走吧，来，姑奶奶，哎，这儿呢，走了。啊，我都没喝一口水呢。哎呦，一会儿就有水喝了。哎呀，这2分钟就到家了，到时候回去好好喝，管够。家离这儿还不是一条道。哎呦，你慢慢走。